花市打假特工队就是要拍这个假消息，网络消息是真是假，真正有时阵你真歹确定。花市甲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要讲互乡亲知影。这网络最近有传一件这个交通的新制度，讲轿车后座的人客啊，袂使为倒边上车甲落车。你若为倒边后门上车甲落车，那含乌多摆小 A 被起诉，判刑的是轿车的驾驶人，这敢真正有影？其实目前这个交通的规定，针对乘客，也是针对人客，敢若建议无法则。若是讲你要上车落车，是建议人客为正边落车上车，安尼较安全。若是因为这个开车门出车祸，法律当然是驾驶人这无毋对。要不若是计程车有甲人客讲毋通为倒边落车，你硬免落车，法律是人客。也就是讲，只要是因为开车门产生事故，和人相约出车祸，毋管你是开倒一个车门，驾驶拢有责任。会互人罚1200块到3600块。也毋过，计程车司机若事先甲你通知，事先甲你讲，袂使为倒边落车，你硬要落车，安尼共款法律是人客。提醒乡亲，落车进前要确定讲车后壁是毋是有乌多摆，是毋是有车，确定一个安全，你才落车，会使避免发生车祸。